圣神降后的第9个主日，咱三甲做伙恳求天父上帝，伊差遣圣神伫咱的中间，互咱伫7日的头一日主日，咱会当三甲求圣神帮助咱，互咱的教会会当有真大的复兴。咱三甲做伙来唱这首诗，求主奋兴教会。咱请杜琴来弹前奏。来，求主奋兴教会。这站互咱做伙来念经，求主奋兴教会，叫醒昏迷心智，分得心灵要花的火，用你万灵的开，圣灵的降临，敢是敢若五旬节，还是五旬节了的每一个主日？圣灵降临应该是圣神随时伫咱的心内，也是伫咱的所行的路径的顶面来引带咱。所以圣神无互咱要花的这个火烧去，圣神随时要分导，要互咱的火会当真旺，借着咱的复兴来。奋兴咱的教会，咱第二再去唱一遍。预备来，求主奋兴教会，叫起昏迷心智，分得心灵美化的火，引你万灵的开。咱过来吟第一首诗，圣诗605首，靠主恩典奇妙开列的保护。这首诗咱请琴仔大时，我来介绍，就是这首诗是真有名的神学家，德国的神学家叫潘霍华，伊伫1944年12月19号。伊互关伫德国的迄个盖世太保的地下监狱里面的时候呢，伊所写的这首诗，这首诗伊写了后了，过当的1945年4月的时，伊就互纳粹甲伊绞死，就是讲处死刑。所以这首诗算于是
潘霍华这个神学家，伊人生最后的一首诗，伊写给伊的未婚妻。1945年4月的时候，伊受死的时，伊的年龄是39岁。39岁，这个21岁就得到神学博士的这个神学家，伊伫一生的中间，为着要拯救伫纳粹迫害教会也是犹太人，伊奉献伊的性命。这首诗就是伊伫迄个真艰苦的感觉内底所写一首诗，咱做伙三甲来念一遍。可做我的基业归来的保护，天心天下主所安排的路，我在兄弟里的我的脚步，担心日记住亲切就，虽然撒旦困难我心里难空，有我天为大我发动，心灵家已经给我大悲痛，这是主你当我的感动，你所的红花为我出来，兄弟情，心定我的了解，快让我对你献出大家手，因为深信主为家当我有，为兄弟之世间的所属不罪己，永修灿烂的根基永的，兄兄弟俩的心里的保卫你，万国理想心甘荣归兄弟。咱最后来甲这首诗转修，咱对第一节来念到第4节吼。预备来，靠主稳定，奇妙开达地保护，坚心听候主所安排道路。愿在上帝绵日无停地照顾，大家新日子主亲切招呼。虽然撒旦困逼我心真艰苦，凶恶路径回动大无法度。心灵听以拯救稳当坚固，这是主你甲阮备办道路。你所停予我苦果到满出来，上帝旨意亲临报得了解，阮又感恩对你圣手来接受，因为深信主会听头保佑。回想伫这世间，你所赐日子，享受灿烂日光喜乐甘甜，常常纪念一生日子，无袂记。阮决意全心爱拢归上帝。伊伫家国的中间，过长年伊就会要互吊死，
总是伊伫迄个时阵，伊讲伊回想一生的日子，充满了喜乐。其实伊一生的日子无伫人来看无喜乐，总是伊写一本册对军队的基督，伊内底咧讲，军队基督毋是真低的价值的恩典，伊是爱付出代价的恩典。伊将伊的性命付出代价来军队基督，总是伊伫最后的日子，伊讲伊的一生是非常的喜乐甘甜。咱三个做伙准备心来做礼拜。请安静，人心来敬拜上帝。
犯伫基督的车，就是患难，就是困苦，就是困着，就是枵孤，就是忝摕，就是危险，就是来倒啊！亲像所记载讲，阮为着你的缘故，将之受死，化做亲像被杀的羊。反正伫遮的种种的事，咱对听咱的得胜稍有存。大家来检视俄罗上帝，圣诗257首，圣诗257首，请起立。这是用使着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比拉多人来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，埋葬，落土，第三天日死而复活。伊还是我信圣神，永远永远的教会，信道的上帝，阿免。请坐。撒加应启应文第31篇，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第31篇，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城若毋是上主国守，你毋早早起来，晚晚才困。上主所疼的人，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。少年的是所生的今日，见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。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。敬畏
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世安赐福予你。愿你会看到囝囝顺顺。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阮阿罗你，你是大权能的上帝，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。你是公义甲慈爱的爸，因为你的恩典，互阮来到世间，伫阮也未认捌你，你就已经先疼阮。你疼阮，赢过阮疼家己。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手术耶稣基督诚做阮的救主，伊用宝血洗清阮的罪，互阮得到新的生命。有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阮心内才有真正的平安。伊的疼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。今仔日是少年主日，阮特别将每一位青少年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你保守阮伫成长的过程中，也是我靠你，毋是我靠家己。让阮面对学校的压力、未来的选择、朋友、家庭的关系，以及所有的试探甲挑战的时，求你赐予阮智慧、勇气甲平安，引带阮行你所喜爱的路。也恳求你祝福阮的爸母、老师、牧者，以及所有关心阮的人，赐予因疼心、耐心甲智慧，互因成做阮的鼓励、扶持甲模范。阮也为教会的青少年事工献上祈祷，求你带领每一摆的聚会，每一位同工甲青年，互阮知来教会，毋若是认捌人，搁较是认捌你。伫你的话语中坚固信仰，相甲扶持，做伙成长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时常感动阮，互阮常常少念你的恩典，提醒阮疼人、帮助人、为人代祷，因为真正的疼是对你来的。也求你采用阮，互阮伫学校、家庭、教会、社区甲朋友中间，诚做光甲盐，好搭分享福音，见证你的慈爱。求你引带阮伫即个世代，诚做你的见证，用你的疼传互每一个人。昔日阮也未照主甲是阮的主导文同声因讲。
做伙来讲台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创世纪第29章19到28节。老板甲那个讲：你虽然是我的亲戚，兼通白白做我的工，且甲我讲，你要甚物工钱？老板有2个查某囝，大的名叫利亚，细的名叫拉结。利亚目睭较输，拉结实做好看。那个疼拉结，就讲：我愿为着你细的查某囝拉结，甲你做工7年。老板讲：将伊嫁互你，较好互别人。你甲我住。那个就为着拉结，甲伊做工7年，因为心疼伊，看做几若日。那个对老板讲：日期已经满，求你将我的某互我，我通甲伊同房。老板就至迄所在的证人办宴车车。到一暗，老板将伊的查某囝利亚送来互伊，那个就甲伊同房。老板将伊的女婢削拍，互伊的查某囝利亚做女婢。到天光，一个看见是利亚，就对老板讲：你甲我做的是啥物？我甲你做工，敢毋是为着拉结吗？你写词骗我。老板讲：袂嫁大的，大先嫁细的，伫阮遮无人安尼做。你甲一个着满7日，阮就将迄个也嫁互你。你为着伊搁甲我做工7年，那个就照安尼行。到一个满7日，伊就将伊的查某囝拉嫁互伊做某。且达米林牧师讲道，第8是对骗子到被骗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内心我想要请大家先想一个情景：如果有一天有一种神奇的法术，互你会当甲另外一个人来交换身份，你会有甚物款的感受？其实有真侪电影拢在搬类似的剧情，真侪人伫交换身份的第一天会感觉非常的神奇。哇！囡仔免阁听老母的话，因为伊已经是一个长辈啊，会当家己决定真侪代志。阿公阿嬷嘛真欢喜，因为身躯的病痛拢无去，会当自由走跳。学生变做老师嘛真好，紧取消所有的功课甲考试，变做学生的老师嘛会当互学生试看卖，平常时野老师想起的滋味是啥物？若员工变做头家，会当拢总该在家上班。挑悬薪水，头家变员工嘛袂歹，毋免去操烦后个月薪水发袂出来。但是过无偌久，迄个快乐的感觉较渐渐离开，因为伫交换的过程才知，原来每一个角色拢有伊的压力爱去面对，也拢有无共款的责任爱去承担。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：伫评论一个人进前，先去称伊的鞋行一里路。意思就是，当你徛伫对方的立场，你才会当开始去理解对方。但是，咱的人生袂去拄着安尼的法术，咱嘛袂主动去徛伫别人的位置。搁较侪的时阵，是咱伫无法度的中间，不得不爱去理解别人的感受。亲像有人捌伤害别人，但是后来家己经历迄个伤害，伊才知影迄种的痛苦。有的人捌去欺骗别人，后来互人骗。伊才体会到迄种的受气。拄着安尼的代志，有的人会讲啊，迄个人报应来啊吼。但是基督的信仰毋是在讲报应，因为上帝毋是看人衰就欢喜的上帝。上帝将咱放伫迄个位置，要照着即个环境来改变咱的想法，来改变咱的人生。今仔日咱读的创世纪29章，就是安尼的一段经文。咱前看见雅各用假模，用一碗红豆汤来换大囝的名分，了后伊阁欺骗伊迄位年老、目睭看袂见的老爸，来摕到大囝的祝福。一到迄时阵，雅各一直认为，只要伊家己有聪明，就会当掌握伊的一生。但是想袂到，伊拄着一个比伊阁较聪明、阁较会晓算计的人。毋过，伫今仔日的经文进前，咱可能要来先处理一个问题，就是既然上帝已经透过以撒的祝福，
透过雅各伫伯特利甲上帝使者相演所得到的祝福。伫遐伊得到的祝福是啥？你的后裔要亲像地上的土沙，你要对东西南北来发展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得到福气，我也甲你伫地。你无论去倒落，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倒来即所在，拢无放杀你，到我正对你所讲的。安尼看起来，上帝拢已经祝福雅各啊，毋是吗？如果上帝真正甲雅各同在，为虾米咱伫接续的经文看见，伊用7年的爱情较换来欺骗？为虾米伊会拄着遮个代志咧？兄弟姊妹，这嘛是咱真侪人信主了后的疑问。我信主了后，毋是应该哪行哪顺吗？毋是应该无困难、无委屈、袂吃亏吗？但是伫即段经文，上帝要互咱理解的是，其实上帝上大的祝福，毋是要改变咱目前的环境甲咱的问题，上帝是要改变咱本身。因为咱想看觅。雅各伊虽然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但是这无表示伊即时已经成熟到会当去承接上帝的祝福。即时的雅各，伊犹原是一个相信家己、相信聪明、熬计算、习惯用人的方法来掠着祝福的人。如果安尼一个人，互伊来得到上帝的应允，有可能就是一个成功的骗子。所以上帝要改变伊。但是上帝的方法是人安怎想嘛想袂到的。上帝无用神者，上帝竟然用一个搁较奸巧的人，就是拉班，来互雅各亲身经验伊家己捌下伫别人身躯顶的迄个痛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所读的毋是一个趣味的故事，伊也伫解答咱每一个人拢会有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哪会遐尔无公平咧？互我发生遮个代志咧，但是相信今仔日咱要透过雅各的一生来发现，伫咱生命中间所发生每一件代志，所出现的每一个人，拢有上帝特别的意思甲安排。咱做伙来看经文。雅各伫红豆汤的事件了后，甲伊阿兄以扫的关系，会当讲是降到冰点。伊阿兄以扫内心决定。等因的爸爸过身了后，伊就要杀死伊的小弟雅各。以扫一定嘛定定甲伊身躯边的人讲即项代志，也一定定定伫遐埋怨雅各做安尼欺骗代志。所以有人就来甲老母利百加通风报信。做妈妈的知影即件代志了后，马上去叫即个雅各去找阿舅。伊暗算等即个以扫气消啊。就去将雅各接转来，所以即时昂雅各就去到阿舅拉班的厝。雅各甲阿舅住1个月了后，拉班对伊讲：“你虽然是我的亲戚，毋通白白做我的工，请甲我讲，你要啥物工钱？”即句话会当互咱看出，雅各这1个月毋是白食白住。另外，拉班看起来嘛真大方。你袂当白白替我做工，但是咱透过无共款圣经的译本，咱会当知影，拉班毋是伫关心雅各，因为拉班已经透过这1个月，伊看出雅各是一个好的工人，所以伊提伊讲：你要啥物工钱？咱的台语，你要啥物工钱？听起来是讲钱，是讲薪水。但是新的译本，咱看这个新的译本，伊讲你要什么做工资呢？新的译本毋是讲薪水，毋是讲钱哦。拉班无直接互雅各伊应该有的薪水，伊是叫雅各提出讲，你要爱啥物物件来做交换的即个条件。对即句话，咱会当知影，拉班的头脑就是一个做生意人的头脑。非常会晓计算，哇！所以咱看去，雅各伊拄着对手啊，伊竟然拄着是一个甲家己同款的人。即时，因2个人所谈论的物件出现啊。经文讲，拉班有2个查某囝，大个叫利亚，小个叫拉结。咱现代的读者读着
将查某囝当做物件，安尼经文咱会感觉真无爽快。但是伫古代就是安尼，查某囝就是老爸财产，做老爸有权利会当随时注意伊的财产。所以阿舅既然安尼讲，雅各即时也开始内心伫拍算，哇，阿舅有2个物件会当交我交换。经文嘛介绍出这2个查某囝，利亚目睭较输，拉结生做好看，所以雅各亲亲互拉结去饮，雅各疼拉结，所以雅各愿意因为疼，甲即个拉班免费做工7年。哇，咱看见爱情的力量。伫即段经文内面，拢总提到3摆雅各疼拉结。这看起来敢若是伫重复，伫遐描写雅各的爱情，但是实际上确实要互咱看见，雅各即个原本习惯伫上帝的时间，用上紧的方法来得着上大利益的一个人，较因为疼，伊愿意学习听候，愿意付出伊的代价，甚至这互咱感觉真长时间的7年。较会因为伊为着疼拉结，愿意甲伊的阿舅做工7年，因为疼伊看这7年敢若几日共款。兄弟姊妹，7年真长呢，但是疼的力量就是遐尔啊强大。亲像有的人咧形容爱情，就是一抓对台湾飞去巴黎的飞行机，虽然爱飞10几点钟。但是，如果你心爱的人坐伫你的边仔，你就袂感觉这10几点钟是遐尔啊久长啊。父母疼囝嘛是安尼，路考操烦，但是因为疼，伊甘愿，这父母甘愿为着囝儿付出因的一切。其实，咱的服侍嘛是安尼。如果咱的动机是出伫疼上帝、疼人，虽然服侍会影响咱的生活，但是咱嘛袂感觉迄是一个重担。所以透过雅各疼拉结的即个疼，上帝开始塑造即个承受应允的人。透过这7年的等待，伊爱学习去付出代价。对遮嘛，互咱看见，上帝重视咱人性命改变。伊毋是互咱事事亨通，将咱养成一个享受稳定的人就好。上帝要透过咱的经历来塑造咱，互咱看见家己生命中间迄个要未互上帝改变的所在。所以伫7年过去了后，雅各想讲，伊会当得到伊心爱拉结，无想到真正的功课甲真正开始。雅各就要求伊的阿舅将拉结互伊来做某，看起来美满的结局就伫眼前。但是人看做好的，敢伫上帝眼中嘛看做好咧？上帝知影这7年的时间，要无法度完全除去雅各性命的杂质，所以上帝要搁进一步来训练伊。经文甲咱讲，到日暗。拉班将伊的查某囝利亚送来互伊，雅各就甲伊同房。伫遮的日暗，毋若是咧讲犹太人因举行婚礼时间，拢是伫黄昏暗时的时进行。其实即个日暗嘛是一个暗示。伫过去，雅各的老爸以撒因为看袂清楚，目睭模糊，毋知影讲伫伊眼前的是雅各。所以，将应该互大囝的祝福来送互雅各。伊老爸看袂清楚，但是即时雅各娶某，因为无电火，看无法度分辨，即时倒伫伊身躯边的，毋是拉结，是利亚。所以第2天的天光，即个天光嘛特别凸显前一暗的日暗。而且咱看见即个作者真好的文学造诣，伊透过暗示甲天光，互咱看出雅各因命运的转变。
咱想看觅，当雅各目睭一擘开，伊看见一个看是利亚。即句话会当讲是即段经文内面上戏剧化的描写。雅各伫昨暗，要是一个充满幸福感的新郎，但是今仔日一早起，却变做上大的受害者。过去的雅各是用红豆汤来换大囝名分，但是现在伊较用7年的时间、7年的劳苦来换拉班的大汉查某囝。但是婚已经结落去啊，无法度退回啊。所以伊马上质问伊的阿舅拉班：“你甲我做的是甚物啊？我甲你做工，敢毋是为着拉结吗？你啥事骗我？”兄弟姊妹，即句话真实，毋是吗？伫创世纪的作者，伊有意互咱读者回想伫27章，当做老爸以撒发现伊家己互雅各骗去了后，伊惊兄问伊的大囝以扫讲：“你是一贼，徛伫我面前的你是啥？我毋是甲你祝福过啊吗？”所以咱看见这两个问题，拢指向同一个事件，同一项代志，就是人伫问安尼的问题时，毋是伫要求一个答案，是人发现咱家己根本无法度来掌握咱的人生。问你是一罪的以撒发现，伊根本无法度控制上帝祝福。问你甲我做的是甚物？雅各发现，伊安怎聪明，嘛无法度控制别人的行动。看到遮，咱若有一寡兄弟姊妹较讨厌雅各的，可能会认为讲啊，雅各总算得到报应啊。但是我真有讲过，基督信仰毋是上帝看人衰，就是上帝伫遐欢喜的上帝。这嘛毋是即段经文的重点，因为上帝根本毋是伫处罚雅各，上帝是伫修正雅各的性命。就亲像葡萄，伊要结实侪侪，就要经过农夫的修正，才会当互葡萄生了大粒佮甜。但是咱看见，透过雅各互欺骗的经验，上帝就开始来拆掉雅各内面迄个敢若相信家己、倚靠家己的窒碍。兄弟姊妹，咱真侪人的经验嘛是安尼。有时咱伫无意中伤害别人，但是咱家己较毋知影。直到有一天，咱拄着共款的代志，咱才发觉讲啊，原来迄句话是遐尼啊刺伤别人。咱嘛可能会经历，哇，迄个背叛是遐尼啊互我痛苦。但是咱若无行过共款的经历，咱的性命无法度真正悔改，嘛无法度改变。所以咱毋通轻看伫咱生命中间所发生遐无光彩，咱嘛毋免想去暗看遐无光彩的代志，因为咱相信每一件事拢是上帝藏伫咱生命中间的祝福。有一个报道家，伊叫做尼基克鲁兹，伊出世伫波多黎各一个信撒旦教、信魔鬼的一个家庭。伊的爸爸是撒旦教的牧师，伊自细汉互伊的爸母虐待，所以这个囡仔伊细汉的时，伊感觉讲伊的一生、伊的人生就敢若是一个咒诅共款。15岁时，伊互送去美国纽约，甲伊的哥哥带做伙，伊开始加入黑社会，追求认同感。无偌久的时间，伊加入布鲁克林一个真大的帮派，叫做毛毛帮。伊嘛真紧变做老大。伊非常的歹，不但会去伤害别人，并且食毒品、啉酒，啥物歹代志拢做。真侪摆嘛，互掠去监狱内面。连即个法院的医生、精神科医生嘛认为讲，即个囡仔已经无药通医啊啦，伊注定爱去面对监狱、电狱甲地狱。他注定要面对监狱、电狱。迄当时的迄个死刑是用电狱，甲地狱。伫1958年，
克鲁兹20岁时，伫美国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26岁的传道者威尔克森。这个威尔克森，伊伫《纽约时报》读到一篇关系纽约帮派的文章，所以伊伫读的时，伊强烈感受到上帝呼召伊要去接触迄个纽约迄个所在的帮派。所以威尔克森勇敢进入，连警察嘛毋敢入去的即个帮派的地盘。伫遐，伊第一届拄到克鲁兹。第一届见面的时，伊就甲克鲁兹传福音讲：耶稣疼你，我嘛疼你。但是克鲁兹非常的生气，非常无客气，不但扇即个传道者的喙皮，甲伊配喙烂，甚至威胁讲：我要杀死你。毋过，即个威尔克森伊无惊，甚至伊讲：你会当甲我切做1000块，放伫街路，但是我迄每1000块，我拢会永远是疼你的。有一天，威尔克森伊伫一个拳击场要举行一个福音聚会，所以伊就邀请毛毛帮的人来参加。哦，即个克鲁兹伊就决定讲伊要去参加，但是伊是带着武器要过去的，伊准备要伫遐惹麻烦。报道会开始，威尔克森开始讲着耶稣基督安怎牺牲的疼，安怎赦免人的罪。无想到，十字架的溃烂开始伫即个真凶恶的克鲁兹的内心做工。最后，伊放落伊的武器，即个帮派的教头竟然是崩溃，流目屎，跪伫十字架面前，将家己的性命交予耶稣。伊信主了后，就伫街路去监狱，一寡甲伊共款的人传福音。伊嘛创办一个国际性的组织，叫做尼基克鲁兹外展事工。上互人感动的是，最后伊嘛带伊撒旦教的爸母甲伊阿兄信主。这位尼基克鲁兹性命改变，互咱看见，上帝是透过另外一个传道者来改变伊的性命。所传的耶稣基督，这个福音来赦免伊的过去。所以咱看见上帝不但会赦免人、赦免咱的罪，上帝嘛会使用咱的过去。我相信咱中间真少人知影讲要安怎用一个角头来传福音，但是尼基克鲁兹伊知影伊遮个人伫想啥物，因知影遮个人讲的话是啥物。所以上帝使用伊，互伊有气力，会当去帮助遮个需要耶稣的人。所以上帝是何等的奇妙！尼基克鲁兹的改变是对怨恨到疼的改变。今仔日咱看的主角雅各是对欺骗到诚实的改变。尼基克鲁兹伊经历上帝恩典，伊的性命规个互反转过来。雅各是伫长时间的磨练中间，互上帝来塑造。所以咱看见上帝互咱生命内面的时间拢无共款的，有的人是长的，需要真侪时间；有的人是10000年过的时间就会当转变。但是咱相信上帝有无共款的时间，咱嘛尊重上帝的时间。毋过，当咱行伫即个真久长的磨练的中间的内面，咱感觉咱看袂见上帝时，咱无袂记哩，上帝要一步一步地带路。所以拉班用一个理由来回应雅各：哎，阮遮有一个规矩啦，要袂过大个，大身过细吼，伫遮无安尼，阮无安尼做啦。啊，所以你着即日吼，你的婚礼满7天了后，阮佫将我的即个查某囝吼嫁互你，将即个细汉查某囝嫁互你。但是你为着即个囡仔，即个查某囝，你佫甲我做工7年。咱看见拉班是利用规矩来欺骗雅各，但是伊讲的无毋对，吼，伫迄所在，因即个大汉的无嫁，但是袂当细汉的先嫁。但是即项代志，伊应该早伫7年久之前就甲雅各讲即项代志。伊拖到现在甲讲，这就是欺骗。伊毋若欺骗，甚至伊提出另外一个7年的安尼的要求，这根本就是诈欺嘛。但是，请咱相信，
这毋是讲上帝认同拉班的方式，这个经历是要互咱看见，上帝会用一个贪婪、欺骗、无公平的环境来塑造伊要竞选的人。所以伫罗马书第8章28节有讲，搁咱知万项事三角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。伫遮的万项事、万事，毋是讲好事那尔，这万项事嘛包括咱生命中间会遮歹代志。咱拢毋望好代志发生，无一个人爱歹代志发生。但是伫遮，伫雅各一生也互咱看见，伫圣经中间侪侪人物嘛互咱看见，上帝因嘛会使用歹代志来锻炼咱的心智、咱的性命。所以咱看见对7年到14年，看起来是一段受欺骗的时间。但是上帝互雅各伫遮清楚看见家己是一个甚物款的人。另外，上帝嘛互雅各明白，真正的祝福毋是靠欺骗骗来的，真正的应允嘛毋是靠手段抢来的。伊无论安怎，上帝会照伊的时间来实践伊的应允。上帝的应允袂因为人的成功来实现，上帝的应允嘛袂因为人的失败来失效。但是上帝爱咱伫听候伊应允实现的这段期间，爱咱先改变家己，真做是一个会当承受应允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嘛是咱生命中间真重要的功课。伊有当时咱会问：上帝啊，为什么我爱等咧？上帝啊，为什么我爱受苦咧？为什么我会拄着即种无公平的代志咧？但是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拢期待上帝应允会实现，但是咱敢比办好势，爱去承接上帝应允啊！所以今仔日咱若游玩伫等待中间，咱毋通想讲上帝无听你的祈祷，咱毋通想讲上帝已经离开我，因为上帝应允毋是起造伫咱人的身躯顶，上帝应允是起造伫伊家己的信息。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伊永远袂改变的上帝。所以伫面对听候、艰难、无公平时，咱会当解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啊，伫即段看起来是听候无公平期间，你要伫我的身躯顶做甚物？盼望咱对上帝保持信心，继续将一切交托予伊。上帝应允可能爱听候，但是绝对袂失败。咱行的过程可能真艰苦，但是咱绝对毋是白行。咱嘛相信上帝宽阔，伊无停止，上帝恩典嘛永远袂离开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听以色列人，听世间人，听台湾人，也听阮的上帝啊！阮感谢你，透过这段受苦、幸福的经文，互阮搁一摆看见阮人生的问题。主啊，阮敢已经备办好势，来真做是一个承受应允的人咧。主恳求你帮赞，互即时行伫黑暗中的兄弟姊妹，互因的内心有盼望、有信心，互因相信上帝伫即段期间不时伫陪伴，甲因同在。上帝，你也有上美好的安排伫因的身躯顶。主恳求你修正阮的性命，互阮真做合你旨意的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
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咱做伙来读两遍。因为我亲是我是天煞，是掌管的，是现今的，是将来有关联的，是悬是新，也是大的小做的年，拢袂过长，咱伫上帝的疼，咱的耶稣基督所有的疼，耶稣大家赞。因为我亲是无论是死是活是天煞，是掌管的，是现今的，是将来的，有关联的，是悬是新，也是大的小做的年，拢袂过长，咱伫上帝的疼，这是咱基督耶稣所有的疼。耶稣大家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先是600控鼓手，先是600控鼓手，请起立。奉献，请王恩信祭司、曾宁仪祭司、高祖安长老、徐同庆长老、扎兴长老来负责奉献。
起立。下一个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今仔日为本教会三文里牧区少年组主持，由少年组负责2场礼拜的预师，请花姐关心来岛。第四点，为伊听传道伫本教会预师到7月地止，愿上帝带领伊头前的脚步。第5点，乡联大学定7月28止上午10点要举行返校日活动，邀请卢曼芳老师分享英法相伴心灵律动课程，欢迎花姐参加。第11点，本教会定10月4日要召开临时和会选举登记，依照本会长职选举办法第6条，本会会员亦得推荐长老及执事候选人，但须经本会在籍陪参会员20人以上之联署，交由小会审查资格通过者，列入候选人名单，并印于选票上。本会会员如有推荐长职候选人，请在8月23日前将联署单交予牧师。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总登记更正。周间主会甲后礼拜圣工有空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我想看到今仔日即群少年的服侍，咱拢会当回想伫咱少年的时期，拢带有一点点的尴尬。所以今仔日因会当徛伫遮服侍上帝，服侍咱众人，是毋是咱甲因拍抱仔，甲因鼓励？好，谢谢。互咱嘛为着遮少年人来祈祷，因嘛面对真大的功课压力，互咱讲求主会当祝福因，也保守因的信仰的生活。互咱即时咱嘛来祈祷，互大心咱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各地宣教师，互咱嘛为着教会建堂，咱10月初4中级的改选来祈祷。互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如营来祈祷，讲求主保守伊怀孕的过程。互咱嘛为着伫病院的生活即事来祈祷，讲求主会当保守伫伊即段的期间，互伊的身躯无过头的痛苦。咱嘛为着异乡长老的妈妈岳娇姐手术了后的复原来祈祷。伫遮咱嘛请咱特别为着迄个素嫌者的查某囝美玲来祈祷。伊的迄个癌症转移到头壳，所以伫即个拜2要进行头壳的即个开刀，咱嘛讲求主保守伊，互伊规个开刀的过程拢真顺利，互伊会当真顺利来复原。咱嘛为着伫处理疗养的淑珍长老娘、郑美杰、直谷兄、燕纯、应轩、文珠姐、伊丽、林水长老、慧玲姐、淑慧姐、
金婚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明珠姐、方梅姐、俊成兄、丁友兄、明理姐、道明兄、阿菊姐，咱开喙为着这兄姐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互阮的教会有年长或者长辈，嘛有细汉的囡仔。今仔日，阮伫阮的中间看见即群少年的服侍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互因会当参与伫阮的礼拜中间，甲阮做伙敬拜上帝。主，恳求你祝福即群少年人，互因会当哪来认捌你，也互因的生活甲信仰会当有一个好的款式。主，恳求你帮助因，互因伫学校顶面，嘛会当有用功的学习，互因会当伫学校的生活，嘛会当做出好的见证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阮有做兄弟姊妹伫处理疗养，因经过化疗也是手术伫处理疗养的。主，有的年老病痛真久的，主，阮也恳求你会照顾扶持。互遮个兄弟姊妹厝内人会当特别得到气力，互因伫照顾因病人的时，主，互因有听，互因有耐心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带院的兄弟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生活之事。主啊，伫伊人生的即个上尾的一站，主，恳求你看顾伊，互伊无过头的痛苦，也扶持伊厝内的人，互因会当用信心来做伙来面对。阮也要为着外交者的学员来祈祷，恳求你看顾伊，扶持伊的身躯。主，阮也要为着美玲来祈祷，伊拜二要来动手术。主，恳求你会当看顾，互伊的手术过程拢有上帝你的顾守，也互伊的身躯会当有真好的状态，会当来备办好来面对即个手术。主，恳求你也顾守作险者，互因规家的人来心有平安。主，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如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伊，互伊伫怀孕的过程拢有上帝看顾。主，阮也要为着传道来祈祷，伊伫7月底要离开上山教会，去到新的所在。主，恳求你会看顾伊头前的骹步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各地宣教师，恳求你来帮助因。特别伫即时有真侪所在是真危险、战争的所在，恳求你看顾遮个宣教师，互因所做的一切拢有上帝你的带领。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，帮助阮的国家。虽然面对外在威胁、内面的冲突，但是主，互阮会当同心合意，特别伫阮的信仰的顶面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阮，也有侪侪同胞也未认捌你的。主，恳求你，互阮会当勇敢来向遮个人来传福音。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。阮看见世界也有真侪阮无法度解决的问题。主啊，恳求你伸手会当来解决。主，虽然阮也看无头前的骹步，阮也看无头前的结局，总是主，阮相信你要对即个世界有好的意思。也伫安尼的时阵，恳求你特别引带阮遮个自由。遮个人民，遮个世界顶面的人，互阮会当用祈祷，会当来支持，用阮的手，用阮会当有的气力，会当来支持帮助遮个受苦的人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毋通诚做冷淡的人，互阮会当因为你的疼，会当关心四周围的阮的遮个同胞，也是阮的手、阮的骹无法度去到的所在的人。主，恳求你引带，也互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伫未来每一天、每一个时刻，咱会当行出合你心意的脚步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这是咱伫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内面，咱来行平安礼。我因主的定心心来听你，我因主的定心心。我不给你来比不主的荣耀，我因主的定心心来听你。我们年轻人也可以走到后面，跟我们的长辈问安。
时来吟圣诗，圣诗397首，圣诗397首。吟诗后，请陈牧师来教导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迄位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